Hello，大家好，我係Elaine老師啊。今日咧，Elaine老師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國際英文幼稚園聖 Catherine's 呢間學校，佢哋嚟緊咧會有 K1嘅招生安排嘅一啲資料嘅。咁今日嘅資料咧，其實咧就係會講一講學校報名嘅一啲嘅詳情啦，同埋咧大家要注意嘅地方。咁學校個網頁咧一入到去就係已經彈出咗呢一個嘅招生嘅資料啦。咁所以咧家長如果要報名嘅時候咧，就記得要緊貼住學校佢哋網頁所提供嘅時間同埋日期，因為咧嚟緊9月份將會有好多幼稚園咧係會有報名嘅時候噶啦。咁如果大家對一啲香港嘅熱門幼稚園啦、名校幼稚園有興趣嘅話，咁樣咧就歡迎你哋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Elaine老師呢個 channel 啦。另外，Elaine老師咧有啲會員嘅影片，咁就係咧深入分析呢啲名校幼稚園佢哋嘅學校嘅內容啦，點樣可以咧俾家長喺填表或者係咧做家長面試嘅時候，可以咧有啲得分嘅一啲加分位，咁當中都會分析嘅。咁回應翻咧，我哋講呢一個嘅招生嘅報名資料啦。一入到去學校個網頁咧，我哋就會見到，原來我哋將要報名嘅咧就係報2027至2028年度 K1 嘅。咁開始嘅申請日期就係喺8月28號上晝嘅10點鐘，截止日期嘅就係9月8號下晝5點鐘。因為係電腦系統啊，所以咧其實 sharp cut 噶啦。有啲家長咧試過係4點幾先至去填，跟住係 submit 唔到，然之後來問我有冇解決嘅辦法，係冇解決辦法嘅，因為你遲咗報名就係遲咗報名噶啦。咁我哋睇一睇先。咁而家講緊嘅係聖 Catherine 嘅幼稚園部，係啦，就唔係幼兒園。咁我哋睇一睇咧，其實只要撳入去學校嘅網頁，我哋都會見到佢分咗係紅磡校舍定係九龍塘嘅校舍嘅。咁紅磡校舍就係 PN 啦，PN 咧係遲啲先至報名。咁但係而家講緊學校將要俾大家去報名嘅咧，就係 K1啦，3至6歲。咁我哋咧就撳入去望下先。咁九龍塘校舍3至6歲嘅報名嘅資料咧，就係喺呢一度啦。咁Elaine老師咧係將會係講呢度嘅內容俾大家聽。咁如果有啲注意嘅地方嘅咧，咁我都會着墨同大家去講一講嘅。但係如果咧要分析學校嘅網頁，例如想分析下學校嘅課程啦，了解下學校嘅設施等等咧，呢啲就留翻喺會員嘅影片嗰度會提及嘅。咁九龍塘校舍3至6歲嘅，咁2027至2028年讀嘅 K1 報名資料。如果大家對 K2 或者 K3 先至想轉入去聖 Cat 嘅咧，咁其實係透過寫信係可以申請嘅。咁寫信咧，咁當中有啲技巧啦，咁你哋可以睇翻我之前嘅影片，又或者係咧就查詢 Elaine 老師，咁就揾我幫你代筆寫信去尋求一個插班嘅機會，咁都有嘅。咁呢度咧就講歡迎家長幫貴子弟報讀國際英文幼稚園。本學校只係接受網上報名，而每位家長只係限遞交1次申請。咁呢度咧係只限遞交1次申請咧，就講得好清楚啦。因為咧有啲學校咧其實係可以俾小朋友咧遞交好多次申請嘅喎，但係聖 Catherine 就唔得。咁點解有啲家長咧，有啲學校可以俾小朋友遞交多次嘅申請咧？就係佢哋嗰啲嘅資料咧，後期嗰次係會咧填補咗之前嗰次嘅。即係有啲家長可能填問卷啦，又或者咧係可能填一啲嘅個人資料搞錯咗嘅話，咁佢哋咧就會再報名第2次，然之後咧 void 咗第1次嘅報名資料咁嘅。咁但係咧聖 Cat 就唔得嘅。好，注意翻呢個入學年齡咧，好多家長咧都會好掙扎啦，有迷思嘅。咁呢度寫得好清楚，入學嘅年齡就係小朋友要喺2023年9月1號至到2024年嘅12月31號出世，先至可以報名2027年9月入學讀幼兒班，即係 K1 嘅。咁因為小朋友返學係要足2歲8個月啦，呢一個咧係教育局嘅規定嚟嘅喎。係啦，咁所以咧小朋友咧係爭少少啊，爭幾日啊嗰啲咧都真係冇辦法，咁就唯有要報另外一啲嘅年份啦。報名嘅日期
喺2026年8月28號上晝10點正開始，至到2026年9月8號下晝5時正嘅。咁請預留45分鐘報名嘅程序係啦，咁同埋只係接受網上報名嘅啫。咁當中咧，家長咧最好就要預備晒你哋嘅資料啦，就唔好一路填先至一路揾。例如咧，可能有啲家長咧，佢哋係啲資料散收收又甩漏嘅話，就請預先預備啦。咁陣間咧，下面我哋都會講一講報名嘅資料嘅。好，跟住咧，我哋呢度就再講一講就報名嘅費用啦。報名費咧，其實就係港幣40蚊，係經由 PayPal 繳付。咁交咗嘅報名費咧，係冇得退款同埋轉讓嘅。因為試過有家長咧，佢哋就報咗聖 Cat 或者係報咗啲唔同嘅學校，咁雖然40蚊唔多，咁但係都有家長試過問咧，可唔可以我唔用啦，咁我就將呢個名傳俾其他嘅小朋友咁樣咧，咁其實係唔得嘅，咁你哋報咗俾咗就冇噶啦。好，跟住咧呢個咧報名嘅資料喎。咁我哋咧就要留意翻，請於網上報名前預備以下嘅文件嘅軟檔，即係軟件啦 ，soft copy。千祈唔好咧臨係報名之前先至逐張去搞。雖然咧而家我哋去攞嗰啲 soft copy 咧好簡單，透過手機嘅scan，咁跟住就可以將嘅相片或者圖片變成一份 document。咁但係呢啲要預先做好。第一樣學校需要嘅咧就係幼兒嘅近照檔案嘅格式係要 JPEG 或者係 PNG， 相片嘅尺寸係35毫米闊乘45毫米高，係啦。咁其實喺Elaine老師之前嘅影片都有提及，呢度係要幼兒嘅近照啊，係近期嘅照片啊，咁就唔係影近照啊。咁有啲家長咧，佢哋係誤會嘅，咁呢個誤會都幾大喎，咁所以大家就要注意翻啦。咁但係基本上都唔會出錯嘅，因為好多家長咧都會幫小朋友去 studio 嗰度影一啲靚靚嘅報名相。咁呢啲嘅報名相咧，咁都係適用係貼喺呢個報名表格上面。咁至於係咪真係要去 studio 影嘅咧，咁就自己家長決定啦。咁但係如果影得靚嘅咧，咁都的確係對於 impression 咧係有加分嘅。咁第二咧，大家要預備嘅就係小朋友嘅出世紙，就係檔案格式係要 JPEG 或者係 PNG 係啦。檔案尺寸上限係5 MB 嘅。有啲電話譬如好似 iPhone 咧，佢哋嗰個影像咧太靚啦，嗰個影像個質素太高，咁出到嚟咧一張相多過5 MB，咁我哋就需要調節一下，大家咧就要計算一下，唔可以太多，否則上載唔到喎。好，如果咧小朋友喺香港以外地區出世嘅咧，就請提供由香港入境事務處處長批准在港居留同埋就讀嘅相關證明文件嘅 soft copy。咁呢啲嘅 soft copy 咧個檔案上限咧都係5 MB 嘅。好，第四咧就係報名程序完成之後，家長已登記嘅電郵帳戶會喺24小時內收到入學申請確認書嘅電郵。我碌翻低啲先，係啦。咁請同時咧查閱電郵嘅郵件同埋垃圾郵件喎。咁試過有家長咧係收極都收唔到，原來就自己打錯咗個 email address 喎。咁呢啲要注意翻。如果家長喺2026年9月8號下晝5點都仲未收到呢個入學申請確認書嘅咧嘅 email 嘅咧，就請你哋打翻電話俾學校聯絡翻，咁就可以噶啦。咁第5點咧，就係家長可以利用已經登記嘅小朋友嘅出生日期、出世紙證明書嘅登記編號，同埋咧登記嘅電郵地址，喺報名時間完結之前登入網上系統，更改列印資料嗰度，更改報名表內容嘅。咁建議家長咧列印同埋儲存報名表格，以便查閱。咁即是話，其實我哋喺學校close 咗呢個系統之前，即係喺9月8號之前，如果有嘢錯嘅咧，其實都仲可以用翻呢一啲嘅資料登入翻自己嘅系統裏面，然之後改翻一啲嘅報名表內容。特別係有啲家長咧有時係可能想用爸爸嘅電郵地址，又或是係用媽媽嘅電郵地址，咁呢啲改動嘅咧就自己要
即係喺限時之前去更改翻。一定要做嘅咧，就係家長要列印同埋儲存報名表嘅內容啊！好多時咧，有啲家長揾我寫求委信，有啲嘅資料佢哋自己交咗，但係冇傳低嗰個copy 啊，冇留檔啊，咁啊變咗有啲嘢咧，我幫唔到佢哋做，因為嗰個差異唔可以太大嘅，咁所以咧就即係自己做翻 reference 啦。假如之後可能要寫求委信咧，呢啲資料都會非常之有用嘅。好啦，跟住咧學校咧個網頁呢度寫住備註喎。備註係啦，建議家長使用桌面電腦進行報名嘅程序。請家長預備一個已經登記嘅電郵戶口，就唔建議用公司嘅電郵地址 Outlook，或者係 me.com 或者係 qq.com 或者 hotmail.com。咁呢啲特別要注意啊嚇，因為咧學校有機會咧唔能夠開啟或者回覆閣下嘅電郵喎。同時校方會以電郵方式公佈相關嘅報名資料，呢啲資訊好大機會咧會跌咗落去嗰個垃圾郵件箱嗰度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要可能交個 email 嘅時候就注意翻。不過好多家長其實基本上大家香港人都係用 Gmail 噶啦，咁都唔太大問題。咁同埋咧，所填寫嘅項目中，凡係有星星標記嘅項目，家長都必須要填寫，否則咧就唔能夠繼續進行喎。好，跟住咧去到面見嘅日期啦。好，面見日期咧將會喺2026年嘅11月2號或者係3號進行，確實日期同時間會喺10月12號以電郵通知。如果到時都未收到通知咧，就要打電話去學校度查詢。咁通常咧11月嘅第一個星期5同6咧係最高峰期嘅幼稚園嘅面試日，好多學校咧都會逼晒響11月嘅第一個嘅星期六同第二個嘅星期六，頭2個禮拜嘅 weekend 咧係好熱鬧，特別係啲學校區啦、九龍塘區咁樣，因為其實係教育局咧講過咧，即係有啲嘅資料同指引係唔俾學校太早收生，又唔俾即係有個日期就係11月啦。咁詳情咧可以睇翻我之前嘅一啲嘅影片。咁所以咧，家長如果報名好多間學校嘅時候咧，就要諗一諗，要作一啲嘅篩選同埋排列。你哋會捨棄邊啲學校啊？又或者係會唔會咧？你哋會特別某啲學校好想小朋友去嘅？咁我哋就要作出取捨。但係咧，又有可能會撞正小朋友瞓晏覺嘅時間喎。咁呢啲咧就真係好兩難啦。咁點都好啦，我哋可以做的事就要盡力去做。凡係心儀有興趣嘅學校，必須先報名。因為我真係遇過好多家長事後揾我寫求委信、揾我寫插班信嘅原因，就係過咗面試嘅日期啦，又或者過咗報名嘅日期啊，又或者係咧開頭諗住報又唔報某間學校，心大心細，去到最後都係好想去報去試下，但係已經錯過晒呢啲報名嘅日期啦。咁所以咧，凡係有興趣嘅都報咗先。如果咧係撞咗日期嘅話，咁咧先至再去進行篩選，免得之後自己後悔喎。咁呢度咧都係提及咗一啲好重要嘅資料，就係面見形式同安排啊。第一點，佢講話凡係成功報名嘅申請者，將會獲面見嘅機會。即係你有報名就一定有得 in， 部分學校報名都未必有得 in。咁呢個咧就係你有成功報名咧，你哋就會收到面見嘅日期同時間。第二點就係由於面見人數眾多，學校唔會更改任何已經獲編排嘅面見時間同語言。如果你哋咧係揀咗某個嘅語言去面試嘅話，其實學校咧就已經安排晒，冇得到時改噶啦。同埋咧就有啲家長話我小朋友病咗啊，臨時真係病咗喎，咁點算咧？有晒醫生紙喎，咁佢真係狀態唔好，發住高燒，面試唔到，咁點算咧？
基本上咧都真係唔好意思啦，學校咧基本上都係唔會俾你哋去嚟參加 interview 嘅。除非學校係會好通用啦，否則好似呢啲咁名氣大嘅學校啦，咁多 candidate 嘅學校咧，都唔會改到俾時間俾你哋噶啦。咁但係 never say never，個別家長可以再打電話去學校查詢，但係一般嚟講，其實學校都唔會接受呢啲去更改面見嘅時間噶啦。第三咧就係只可以一位家長陪同小朋友參與面見。邊個能夠令小朋友情緒穩定嘅，就嗰個人去啦，就千祈唔好咧聽坊間太多嘅誤解，就話爸爸陪一定有加分，唔係㗎，能夠令小朋友安定情緒去參加面試就得㗎啦，同埋你哋能夠答得到老師嘅問題就得㗎啦。不過咧，我試過有一啲好搞笑嘅例子嘅咧，過去以前的確發生，係爸爸媽媽出晒差，佢哋係請爺爺嫲嫲啦，或者係工人姐姐陪佢去面試。咁呢個係極之唔理想嘅，但係如果真係要咁嘅話，咁就寧願嫲嫲是但其中一個係啦，咁同小朋友個關係最好，能夠最代替到你哋嘅角色嘅人去啦，但係就一定不能夠係工人姐姐嘅，係啦。咁第四點咧就係面見將會分開兩部分進行，第一部分係小組互動形式。第二部分係與老師面見，即係咧有 group in 有 individual in。咁 group in 嘅咧就睇小朋友佢哋嗰個上堂啊，或者係佢哋個表現能唔能夠坐定定啦。第二咧都係睇坐定定，咁但係咧側邊咧就有大人陪住噶啦。第五點咧就係本校給予每位幼兒一次面見嘅機會，係得一次面試嘅機會嘅啫。用英文或者廣東話進行面試，咁你哋咧就係以報名時所揀嘅意願去劃分用英文見啦，定係廣東話見嘅。呢度我可以補充翻少少嘢先，就係咧學校話俾小朋友一次面見嘅機會，咁但係咧啱啱過去今年同埋之前咧，其實我都有收過一啲代筆信件嘅學生，佢哋咧其實係收到 second in 嘅機會，但係呢個 second in 咧就唔係即係一公佈12月一公佈嗰下，而係去到5、6月嘅時候，學校透過睇完佢哋嗰封求委信，嗰幾位學生我都係幫佢寫咗2、3封嘅。寫完嗰啲信件之後，學校就話俾一個 conditional offer，你要過嚟再俾我見一見先，咁先再決定收唔收佢。但係真係唔多呢啲情況。不過我寫個信件嘅學生咧，又真係試過有幾個喎，都係姓 Cat 嘅喎。咁呢個咧係俾一啲嘅額外嘅資料，大家去了解一下啦。咁第6點咧就係如果係申請英普幼兒班，即係英文普通話嘅 K1 班，小朋友需要再接受普通話嘅面見嘅，英文老師見完，跟住再要接受普通話老師嘅面見㗎。咁呢個咧就係大家要注意翻啦。好，取錄嘅結果，本校將於2026年11月26號以電郵方式公佈結果。咁都好合理，通常面試完咧2、3星期咧就會出嗰個成績㗎啦。咁而通常一出結果咧，Elaine 老師咧就會收好多家長咧揾我寫代筆信件啦。因為咧學校其實係會喺12月嘅時候咧會做一個嘅叫做細訂啦，交細訂啦，一個留位費㗎。咁當中會有啲家長會放棄去當刻嘅註冊嘅。咁學校咧有啲位咧就可以 release 出嚟，就開始 call waiting 㗎啦。咁但係咧大家都唔好緊張，第一下收唔到電話係唔緊要嘅，因為咧過去聖 Catherine 咧較為大量 call waiting 嘅咧都係去到5、6、7月嘅時間嘅。係啦。咁呢度話咧就係學校喺2026年11月26號以電郵方式公佈結果，請大家定期檢查電郵同埋垃圾郵箱，敬請各位家長留意。如果學校有學額嘅時候，會個別致電被取生，係啦，會通知被取生嘅，咁大家咧就要留意電話啦。譬如培正都係㗎，佢哋好中意咧係打電話去問家長咧有 offer 你哋要唔要？咁大家唔好淨係等 email 咧係一啲 confirmation 嚟嘅啫。好，跟住咧呢度咧就會再
remark 翻啦，就係家長提供嘅資料咧，只會作處理入學申請嘅用途，收集嘅資料唔會向第三方透露或者轉移嘅。另外咧，被取生個人資料會喺放榜之後第2年被銷毀，而取錄生嘅個人資料係會作行政工作之用，即係你交嘅資料，如果係被取生，但係又真係唔收嘅咧，咁第2年咧放咗榜之後，第2年咧就會學校 delete 晒㗎啦。咁但係如果收咗你嘅話，咁學校就會一路 keep 住你啲資料，去到 K2、K3 咁都好合理嘅，係啦。咁仲有上課嘅時間喎，呢個咧其實都真係好重要啊，因為好多家長咧都係為咗名氣啦，都為咗咧好多人覺得聖 Catherine 好好咁，所以就去報。咁但係咧就冇留意到其實嗰啲上課嘅時間啊。咁呢度要再提醒一下，上課嘅時間係星期1至5嘅啫，星期6唔使返學嘅。上晝班上堂嘅時間係上晝8點50分至到上晝11點50分。有啲學校9至12，有啲學校8點9至11點9，咁但係間間都唔一樣，咁呢個就唔爭太遠嘅。咁而下晝班呢，就係下晝1點35分至下晝4點35分。係啦，咁有啲學校就係1至4，有啲就1點7到4點7，有啲就1點9到4點9，咁間學校嘅呢啲都唔一樣嘅。咁大家咧就要睇一睇你哋居住嘅距離啦，有冇校車、保姆車啦。咁校車、保姆車咧，Elaine 老師都有啲影片咧，係有啲嘅資料咧都擠咗上去 IG 同 Facebook 嗰度，大家都可以睇一睇。係啦，咁因為呢個係牽涉到咧，你哋揾唔揾到校車同保姆車，定係要自己親自接送返學？呢個就去到啲實際嘅解決嘅問題嘅位啦。咁呢啲可以再之後大家深入了解下。好，去到呢度 K1 幼兒班係上下晝班都有嘅。係啦，咁有啲家長咧揾我寫轉班上下晝班轉上晝班啊等等，咁我都會提醒翻佢哋，其實聖 Cat 咧 K2 就會全部轉晒下晝班 ，K3 就會全部轉晒上晝班。咁呢個會唔會係大家即係都會考慮到嘅嘢咧？否則就唔好寫信啦。即係如果你哋接受到嘅話，咁呢個係大家需要注意嘅。如果唔係有啲家長佢哋覺得真係好想 K1 係上晝班喎，咁我哋就要即係 Elaine 老師，如果代筆信件咧，就要幫你哋諗一啲合適嘅理由，然之後去 convince 學校嘅。咁另外咧 K2 就係下晝班啦 ，K3 咧就全部小朋友轉晒讀上晝班嘅。咁上堂嘅時間咧都係睇翻咧呢一度嘅。咁如果轉晒下晝班或者係轉晒上晝班，大家之後上嘅興趣班會唔會其實都可以能夠緊貼到或者係安排得到呢？咁呢個家長報名前都需要諗一諗嘅。好，去到呢度咧，去到學費啦。咁學費咧就係幼兒班 K1 嘅 K1 嘅學費，2026至2027年度嘅學費係港幣82,300，唔係80234蚊嘅，咁就係分11期繳交，8月份咧係唔使交學費。咁又係俾多個資訊大家，呢個咧係一個 annual 嘅 school fee。咁其實咧啲學校究竟係分11期交10期定係12期咧，都冇關係嘅，因為其實講緊學校咧一年真係要收呢一個 annual fee 嘅。咁有啲家長話我12月我8月冇返學喎。但係學校又收咗我哋12個月嘅學費，咁我唔交12月得唔得㗎？咁理論上係唔得嘅，咁所以咧大家就要注意翻啦。咁學費有幾貴咧？其實就係睇佢 annually 嗰個嘅價錢。咁而係啦，咁佢就除翻開啦。2026至2027年度嘅學費咧，就係每個月係7294蚊嘅。咁K2 同 K3 嘅學費又係幾多呢？咁2026至2027年度嘅學費係87,241，都係分11期繳交，都係8月唔使交學費。咁而平均除開每個月咧就係7,931蚊嘅。咁呢個係上年嘅學費啦。咁今年唔知道會唔會加呢？咁應該都唔會㗎啦。咁唔肯定啊嚇。咁我哋都係睇學校 update 啦。呢度話如果入學查詢，如果有任何查詢，請喺辦公時間打電話俾
呢一個號碼23377344嘅。咁星期一至五同埋星期六嘅辦公時間都會有人聽。咁大家都可能要 save 定呢一個嘅電話啦，因為有時候咧學校打電話 call waiting 咧就會顯示頭4個號碼通常係一樣嘅電話，即係可能有時候可能係23377344打俾你，有時候可能23377345打俾你。嗱，呢個例子嚟嘅，一般學校咧係頭4個電話號碼數字咧都係一樣，咁大家就要注意翻啲電話打俾你嘅號碼啦。因為唔係淨係聖 Cat 啊，其他學校咧我都有學生咧，佢哋係見到啲電話號碼疑似嘅，又唔敢接，但學校打咗好多次去，咁佢後來 call back 翻先至知道原來係學校話有 offer 派俾佢嘅，咁呢個咧就大家要有啲嘅注意啦，有啲嘅小提醒啦。係啦，Elaine老師咧，淨係咧分享一下呢一個嘅報名須知咧，我哋都用咗咁多嘅時間喎。咁其實咧，我哋實在有太多個內容需要同大家分享啦。咁如果有興趣再知多啲一啲報名嘅資料嘅話，記得點讚、訂閱同埋分享，仲有可以咧加入 Elaine老師嘅會員頻道，咁我哋可以睇多啲會員嘅影片啦。咁我哋咧今集分享呢個嘅資料去到呢度啦，我哋下次見啦，拜拜。